你那给面到目前的场赛我所给最高分的一位，我希望你再精进，更精进下去，因为你的进步真的是太大了。有冇拖慢嘅歌啊？本來唱開燈歌，有毛線呢？泰國，慢，講出來。你講啦，法文泰國。沒，唔怕啦。剛剛節奏差不多了，那你半3秒就好。老一大擂台，老一跳下來。大家好，我係羅時豐哈。哦，今比迄18季嘅賽制吼，目前已經進入安尼吼競總出局嘅時代啊，時節哈，今比有8強呢，安尼選出7強。啊，有一啲今比就很殘酷的會離開我們的舞台。所以畢都清後面張迪講慢要變淘汰，有一位廿個分數嘅清大嘅話，做變淘汰，8取7，哈，所以大家哈比強較現到嘅哈，小心一點啊！好來，接下來評分評價，來，嘉許先生，齊正明先生，齊思斌先生，羅家先生。安尼先生介紹睇啦，今日選來後半大家看一下呢獎金挑戰賽。哎，今日來對咧。哇，這是大明星啊！真的嗎？金城武，滿滿的大明星。不是金城武，他叫金城武。金城武咧，李金生，帶來譚太太。來彈口啦。嘅無下又是啥世人呢？愛係最大嘅，已經狀態成人，準備畢業去做事。個人生有條時間，就像落水天。就來去尋愛嘅阿爸阿媽，不過記得講，生日呢你愛談太太，來去看看也世界。生日呢你愛談太太，因為也係你嘅人生。心肝破壁，不是講你的，為將自由比上天。生日呢，你愛談太太，來去看看也世界。生日呢，你愛談太太。也係你嘅人生，生日呢你愛談太太，你係暗部最高嘅神。嗨，你好哈，主持你好。嘿，你唱老是白用嘅啊？以前有來比賽過嗬？以前有來啊？有來過啊？佢用水度寫。13歲，哦，就去年的。去年的，難怪我對他名字很熟悉。真的呀，人家台灣戲曲學院的，哎呦，真的。是啊，那你真的不想要來一些其他的加分題嗎？沒有，沒有嗎？好，那要不然還是媽媽來？媽媽來好不好？媽媽，你會什麼凳？我不會哎。
妈妈，你看起来妈妈的不像口音不像我们台湾人你是你是原住民朋友？不是，不是啊？我是印尼的啊，印尼啊，印尼的印尼人还是印尼的华人？华人，但是你长得像印尼人，印尼客家人、啊，印尼客家人。混血，哦，那你还哦那你会讲客家话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你蛮强哦就。印尼客家人啊。吃烟会溜的不会哎讲。呦，厉害啊！你怎么可以比阿公还厉害啊？阿公吸烟会溜都冇马会讲。搞不清楚。等一下他 Q 完分数的时候，等着他讲规则，他就紧张了。哇，很厉害哦！这个小孩子调教的很棒哦。你很乖看一下今天老师对他的评语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有請徐這位老師。我記得你哈，上擺來唱歌的時間，你老師講你真緊跳路強，還有跳強誒。照理來講，應該再活潑一點，再放開一點，對不對？然後當然唱歌會緊張，你那想講你唔係比賽，你係表演。你看啊，你哋喺 YouTube 戲劇嘅學校，我就看到另外一個古聖節要誕生咯。哦，你看古聖節一開始來時間差不多按年年紀哈，我吃到第二舞台上會學到懂多東西。每一次到這個舞台上，你要珍惜每一次表演的機會，好冇？我希望下擺你這個來表演也好，比賽也好，我看到無強嘅你欣賞，好冇？今日希望你做你過關哦，哈，加油！好，來，看一下，這個拿到獎題目來。你欣賞嘅分數？好，恭喜你啊！恭喜恭喜！可以拿到我們這個3000塊的獎金，恭喜恭喜哈！哎，恭喜你帶着可愛的笑容領獎。也希望你下一次來，真的有如這位老師講的哈，把你這個啊，非常棒的一面，把它表現出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啊，回座休息，安子 C。七強決定賽比賽規則，參賽者各創意數高嘅，請大分建議為評人淘汰，香港評分就由評審開始看賣人。好，來夾夾進行幾邊比賽 ？TV 羅一蓮帶來轉動夢想。好嘞，躺過來。我今天呢要唱這首歌叫《轉動夢想》。這首歌呢就像我的心情一樣，為着夢想，不管任何的風波，都要努力的往前走。希望我能夠好好的加油。你有夢想，我有夢想，人都強下去比上。你有夢想，我有夢想，嘿耶！結局不也唔識天光，追求夢想愛嘅是真求，理想嘅上一定係愛前進，愛嘅心有飛，看見熱情跨越千千條條嘅困難。
哇哦！哎，刚刚一弹起中国真的很厉害，在这种没有音乐的一个情况下，这个要绝对音准呢。对对啊，马上哦，就金行落去。哦，马上就进行了。厉害，是这个这个要哦，很棒的一个唱功才有可能。对，它搭配上真的康神的编曲，对呀，真哎呀的，可能累了不想弹，让他自己唱。来，他一下公有平的。请叶嘉修老师。我哋根本上要亲好，对，我注意是讲，我是不感觉讲，哎，表情那个东西都亲好，而且呢，哲伟老师刚才跟我讲，尤其你最后的尾音，你做的亲好，不过就今天要注意一点，就讲你唱歌噶，你副歌噶，连歌词连作者给连词曲下都亲好嘛，所以它有一个每一个句子。你一句，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。你呢，呼吸你是一口气吸得满满的，然后这样来冲到哪位某吸，你就哪位停的哈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要加强的。从爱嘅心情就飞停，你在飞那个地方就把它停掉了。我是觉得你下次可以再进步一点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按这些，老师，好，谢谢来看本子，来。老年人的分数。哇哦，94分呢，这个不哦怎么行啊？对不对？对，这好，嗨，请大概建议嘛，其实你很喜欢跳舞。你懂好跳舞哈，因为你唱歌的关系，所以糖豆员工就上来跳舞。有律动感。嘿，错。啊，毋过我希望建议以后，后辈准备的歌的嘛东西，我希望你就会唱，基本本麦克风架限制住，所以你对跳舞这件事情就无按从，所以人个音准就动稳。哦。嗨，音准动稳，我知道你可以朝摇滚方式去走，不要走唱跳歌手。有观世音菩萨指引你了哈，下次要跳歌可以。这一支就把它带回家。这个以后就你专属的，专属哦，好吧，恭喜你，也是7分，很高分哦，按姿势，好，吃下去，吃下去，要带下去，带下去练，好，照3餐来练，杀的哇，这个也是哦，也是很棒，才华非常欣赏的一位刘飞婷，给你带来魔汉气场，来，看了。今晡日我唱嘅歌舞係自家寫嘅歌舞，按度無限七彩。咁呢條歌舞咪係度嘅寫阿媽做班都做下嘅情形。我希望呢條歌舞做得為大家帶來當無窮用嘅感覺。七走八走地轉。都带都该无喊毛该样，天忙高你是中上大楼，叫人嘿爱去做谁哟？七暗半无点搜搜，都带你都该无喊毛该样，无时无节你就打扮哦，你讲讲爱，我心得到，你空帮手。水伴东往四日照分，阳金当该条风天松，铜钱吊灯公啊公，然天啊路啊路，风马都该斑马跑跑胖胖，阳金当该条风天松。
紧讲爱紧待，紧讲爱紧待，待落爱长地，你为路，你为路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我们这个节目啊，真的是越来越棒了，好优质哦。啊，连自己本身是创作歌手，这首歌也是你自己创作的吗？系呀，哦，这描写嘛个阿婆办的，这对呀，对嘛，哎呀，国史的读我刚才谈到，是，就是那你就为什么不叫阿婆给版呢？你要磨含七彩，因为他走班那个情况就是磨含七彩，在厨房里面，太周头啊呢哈，对，打造打整版的啊呢，吹版，真的吹版的。脆版，吹砧板，砧板珍贵。阿婆如果做班的玲玲啊，他会做片的吧？动为走班啊，他就以前就是我只要从学校回家，其实走东都一系列改版本爱带转以后搞，系啊，很好。阿婆有开店冇？冇，是开咧阿婆饭店啊。冇，就自家做阿本生意呢，是爱走本爱是用小孩子的用板把我们养大，对。喂饱我们，对，这首歌是他记忆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，这个把他的回忆都描写出来，对。那唐一下我们这位老师哈，来，徐这位老师，那婆做班的冇？有，飞琴，你迄俩几线数里边都爱当喜欢的线数之一的哈，先讲俩数歌曲好诶，我大摆讲吼，下个的运动重要。因为下个月做的一家创国的创有动有感觉，本来唐的人有画面，我知道你做到的。你对我来讲，本来感觉是看到画面还有批到半向，你喺dia数歌曲本来感觉。批到呀？我批到啦，我唔知批啥批到嘛。当然啦，因为创作来讲。见仁见智，音乐其实是很主观的。不过对我来讲，你这一首歌的表现，我愿意给你很高的分数。包括什么？包括你快速的比赛，懂某痴心，都厉害，很冲击感歌曲的时间。你包括你的音，你的气也够长了。然后你要告诉我们的，你也没懂清楚哎。所以我在这里对我来讲，我没有挑剔，我愿意给你很高分，加油。很高分哦，那就得看一下一高分哦哈。刘飞琴嘅分數。偶像，你不觉得你的分数跟其他的老师有一点？飞琴吼，其下个月下个月是本来一种懂强烈的感觉，就是讲你的客家歌非常客家，懂有层的客家感情，是属于汇丰那一块的，好，那跟吸烟的味道基本上是不同的，但是呢都是一样，懂哪个客家米头客家感情在度哦，也是你很擅长的一件事情哦，尤其前面一条《魔幻七杀》呢，真的是这首歌很有画面，而且也让我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已经有相当具备一个编曲的功力在里面，因为你的词曲这样写的话，我觉得你的编曲功力已经有了。我不知道你自己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尝试编曲这件事情？你有做过吗？就很简单的编曲，不过这首歌还是。靠我们对啊，但是你的词曲这样子写、这样子编排的话，就是已经有一个设计编曲的概念在你脑袋里面了。我知道你做的往亚方面后会发展，也係你嘅強項哈。再讓我講咗嘛，前面會本醫生衣服，我還要強調一件事情，然後你去把下歌唱好，也係理所當然。因為全世界只有你對這首歌最熟，就像你的子女一樣，它是由你出來的嘛。好了，問題來了，既然係你嘅話。那我知道你今日缺點在於講，
最明显一个地方就是你今天高音很紧，高音非常紧。因为讲基也很哑国你一定是要把它诠释的最好啊。那压部分我给你的标准自然就会高一点，好不好？基本上我不是否定你今天的演出哦，是给你一个小警告。就按你加油哈。单纯警告，真的我不否定，单纯警告，但是分数又这样子，然后又要警告人家，奇奇怪怪的，完蛋。不过我建议你真的下一次比赛都唱自己的歌，真的会比较稳一点，好吧？啊，衷心的建议，我肺腑之言。谢谢安志 C， 好来，期待一下这个作品。安志 C， 杀下来。厉害哟，郑正顺带来《糖爱嘅爱》。好，加油吧，正顺。今天准备的这首《糖爱嘅爱》，是因为想要借由比赛来挑战自己平常不熟悉的曲风。那挑战不熟悉的曲风来练习歌唱的技巧，也是因为不熟悉的曲风，所以在练习的时候格外的费心。但是希望今天还是能以最好的呈现给大家。你之前没有的 partner， 对，为什么这是玩 gay 啊？还是他在赶他的论文啊，就不理你啊？不是啊，就这个大姐就是有她的风范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后面这几位参赛朋友，你就好好唱，稳稳的唱，应该就没有问题啊。像拍雨，比我爱的事，也敢讲是个温暖爱的心意。当你的善意，就像黑记，同你的天山细雨，微妙一种在心里。常记记，用你心海。疼爱的爱，翻山过岭，只为你来。骗你更甘肃，梦里航飘来。天飞嘅，神神不是嘅愛，痛愛天飛嘅，神神不是嘅愛。你好，主持人好。你之前没有的 partner， 对，为什么这是玩 gay 啊，还是什么？没有，他在赶他的论文。论文，哦，他大研究生。对。哦，就不理你啊？他还是你觉得拖着他来觉得很麻烦？不是啊，就。卖供哑巴呢？一切尽在啊当中。就觉得，就觉得好像这少了一个人哈，那种两个人组合那种感觉是会有感觉没有安全感。公平。有请的许世慧老师，首先我先问一个问题，耶稣各位唔点急救诶，有2个礼拜吗？4日。4日天。
OK， 第一件事情就係講，可能練的時間冇按長，所以你帶到耶穌各位情緒點，卡冇按沉。因為耶穌各位本小強老師變過以後，又冇馬強樣，密西冇馬強樣，所以呢可能表情上也好，個人唱歌嘅方式也好，可能就冇按 match 到應該要有嘅感覺。嚇，還有呢可能因為那個。就像羅哥講的吼，因為佢會痛，我痛啊，那個很痛誒。愛處理某個東西，因為人唱歌運氣吼，所以愛吸氣呼氣，所以可能講，因為按呢壓迫感，讓你沒有辦法可以很順暢的把你要的音準啊，所以因為音準上面呢有喪失彎嚟跳來跳去，請每一個兩機啊，常常不是個愛嘅時間，因為按歌嘅上面，所以壓迫到你的神經，可能你想要準也有點困難。講實在，我真的很肯定你唱歌的實力。後邊係講進入我們前8強或者前6強的話，啊，希望我們再努力一下。好不好 ？OK， 什麼？謝謝。好，挑不傷啊！來，看粉絲。簡直是一本書。做對了，可以了。哦，這個分數還算滿意的哈。謝謝，恭喜啊！好好保重哈。好來，好回座休息。好，慢慢走。啊，下一位是永利儀帶來客家妹耶。哦，來彈看啦。因為愛平常都在男人堆裡面生活，長得就像男人婆一樣。希望我今天唱的有女性化一點，嬌柔一點，大家讓我加油，謝謝。上山講嘅，歌聲悠揚好聲中嘅，好聲中，一對目珠眼幽豔嘅，喂节奏比较快一点哦。我会怕，因为底下坐的全部我可以当我的小朋友的，我跟他们比，我怎么比呀？不会啊。怎么这样讲？我就敢跟他们比。你歌星啊，我素人啊。先来听一下奖评好了。好，来，有请偶像。还要听吗？躺着啦。其實我做同大宋吼，本來廿個分數嘅，前面所有嘅產生落來，我要開始本較高一些 EV 啊。因為就唱歌嘅音準到聲音嚟講，係目前所我聽到較穩定嘅 EV。參賽者不管人家音準也好，人家聲音高音也好，全部都較冇乜嘅問題吼。但是當因為大宋所能迷吼，聽伊都副歌加七個點哦，跌破嘅哈。聽伊都微微讓人醉嘅技術跌破了。除了也缺點講，
今天表现来讲，实在也冇乜太大，冇乜太大问题。你要记得哈，也这个致命伤，一定要每一位参赛者都记得哈，吊拍啦、忘词啦，也都绝对不能犯。那一犯的话，你唱的再好，你还是会被扣分数的。好，爱搞也就这样呢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老师讲究是最大的问题。可能面对现实，看一下分数，好吧？来，用力也分数。谢谢。容我说一句话吗？就是我今天虽然失败了，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客家传承有希望了。说真的，这个大姐就是有她的风范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后面这几位参赛朋友，你们就好好唱，稳稳的唱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哈。是的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先全部站起来跟大家敬个礼啊？对，好。谢谢杨大姐，谢谢，以后有机会再来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还忙啦，还有黑外 CV 了哈，先回做休息。谢谢，安之谢谢。好，3号来。哎，张淑玲带来本夜讲的歌诶。好，来谈个。上次也是因为忘词的关系被淘汰，然后很谢谢评审还是把我救回来，也因为脚受伤的关系有非常多充足的时间可以练习，然后我有把握这次绝对不会忘词的。半夜2點15分，拄好上個愛推開門，夜空中有心事，交代愛告訴我，你嘅身旁都還有，若是你從記唔願不予意留，記得打開心門為你裝上，在上帝方面的獨你係孤寂嘅。雖然愛有你家做某時空的愛，會對你的模樣好貴呀，無馬該愛用聽聽恰咪笑。雖然愛有你家做某時空的愛，會對你的模樣好貴呀。雖然愛有你家做某時空的愛，會對你的模樣好貴呀，無馬該愛用聽聽恰咪笑。雖然愛有你家做某時空的愛，會對你的模樣好貴呀。講你無來拜訪愛的愛，想你嗰度走地嘞。哎，好棒哦！哇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脚有没有好一点？有吗？好很多了。我今天才知道他是断2只脚，哎，没有一只脚，一只脚。你不是说断2只吗不？是断2邊，哦，断2邊。一邊斷掉，一邊裂掉。搞錯了，我以為你真的2只都斷。什麼意思？什麼一邊斷掉一邊？一邊骨頭是整個斷掉。粉碎性嘛，係嘛？開放性。開放性。對，然後一邊是裂掉了。哦。對。很痛哎。真的很痛。那這樣還要多久啊？還要2個月。還要2個月才能走路。對啊，你這詛咒人家什麼2只腳斷？哎，沒有，他說2只，哎，你嘴巴不要亂講話，像剛剛的，對不對？生之罪那樣。對呀，不要那剛剛就不能講，哎，這可能最危險的是楊麗如這樣，哎，
但是我跟你讲，老师们有话要说。哎，对对对。谁代表阿公？廖树国文哦，因为是亚军写的嘛，所以你下去了，你在唱的时候，你要想办法把它讲成用讲话的方式来唱。就客家国文呢，唱起来跟其他的歌曲有点不一样。我们唱比如说国语歌，你看很自然的，就唱出来的时候是跟字可以不跟着音韵，可是呢，事实上客家国一定要把那个味道唱出来。像最后那个2点15分那个地方，它应该是要滑行一下的。你刚刚就没有做到，对整个歌曲的起伏你要把它掌握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子 C， 完全了解。是，看分数，好不好？好，唱熟领给分数。啊！你等一下下去，大家也会跟你敬礼耶。我觉得今天这个是不是脚痛的关系会有影响？哲伟老师有差到这么差吗？因为我对舒玲其实要求其实真的比较高一点，因为我们是好几次把她救回来，我们也很喜欢她。上次她忘词忘得一塌糊涂。对，那这一次呢，我觉得她没有好好把握的原因是，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。我觉得你客语一定要真的要加强，你自己一定知道嘛。像很多像刚刚老师没有讲到的你有没有？我们要念你都把它念成国语的你应该要念你，然后矮也没有唱好，还有鼓席，你甚至鼓席这么基本的，其实都没有念对，我觉得很可惜。之外，到后面第二次副歌的时候，你整个就抢拍了，然后又自己越来越害怕。不管今天你有没有留下来，我希望我再看到你回来，好不好？然后把脚的伤养好，我觉得这应该也是真的有影响到啦。因为你知道坐着唱歌其实是有差的，真的有差别。就你可能气也没有那么好。你像那阿吉拉坐着不是，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坐着。所以我还没有时间去适应。我在这边真的要谢谢舒玲带来这么多好听的客家歌。我希望你再回来比赛，好不好？不管今天有没有留下来，然后你后面都好好准备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很难得看到客家的有跟甜心一样等级的人，比较清新脱俗。对呀，而且你袖子也没有花翘到哪里去，你看袖子。好啦，我要补充一下，我要用动作说白，吼阿伯阿姨讲，你评审绝对无讲较后生的演出比较高分，好冇？一听来评看啊，个杨丽如太近，看又转来，你看。所以杨丽如太咩纠转来啊？係啊，冇可以叫咩糾轉來啊？基本淘汰咩糾轉來啊？正然接落嚟比賽啦，好冇？好，什麼？加油！謝謝海苔，謝謝海苔。沒關係。海苔為什麼是海苔？我們就是穿像海苔一樣。你加裙的海帶。謝謝淑玲哈。那好，沒關係，先坐着。那我們來介紹下一位參賽者了哈。把傷養好，下次再來，好不好？哈。更花俏的陳崇軍帶來平航線。好了。上一次呢，因为我挑了一首自己比较不擅长的曲风，因此表现的不是那么完美，让评审老师觉得不是像我平常应该发挥的水准。所以这一次我特别挑了赵琦老师的歌曲，叫做《平行线》。那希望可以借由这一次好好的表现，好好的发挥，然后把分数扳回一城。谢谢大家。
哥好。哎，海军姐好。好。是加拿大的克乔啊。对。克乔。克乔。哈嘎侨胞嘛，是吧？侨胞。对。给你带了一条狗尾啊，他非常有自信。怎么说？没有。他说这首歌也是他的声线很容易发挥的一首歌。比较高亢。应该都是赵琦老师的歌曲，他之前连续唱了2、3首赵琦老师的歌曲，对，就是。觉得还不错，颇受好评。成绩。我蛮喜欢的，至少是我本身喜欢的。唱起来觉得很自在的，可以发挥。他自己也认为说他唱的会比这个原唱者好。没有，从来没有这样讲。没有吗？没有，他厉害的是读 OS， 读你的内心。对，不小心又被读出来了。读心是不是？他很会啊，不很厉害，不过真的很好听，真的很有味道，懂的。来听一下，徐世慧老师，那么多老师在讨论呢。徐世慧老师 ，OK， 长君，其实你唱赵琦老师的歌，其实我刚刚你很擅长，我觉得用哪个嗓线来弹，你很适合唱他的歌曲。啊，不过今比其实啦，对哪个表现来讲，亚述国位照理来讲，你应该可以拿非常高。如果在我心目中啦，好，啊，不过就会讲有地位地方咧，可能迄些地方可能有时候有一些地方它一分爱含猜形中给大家，你在气时音的转换有时候不太顺，你那个情感可以再放重一点，或者再放的有一点感觉，就会叫2条线给大家地方。爱留你从平衡给2条线。OK， 你可以让它压条个线给老师，其实你应该是要抓最好的情绪点放进去的。唔讲唔目标，要较大声。本上后背听一摆副歌，而充一批的时间，其实其他做在副歌上面能够有更好的不一样的 punch 出来。不过呢，我有点小失望，这是我对你的建议。所以可能在层次上面。你可能还会注意下，还有刚刚老这位，我刚刚在讨论什么，就系哪个嘴型，嘴型的部分可能出现的大小就是可能太小了，影响到你的共鸣，所以你会挤在鼻音上。好，可能在这上头，人家当中可能会注意到的。这样，好 ，OK， 安子 C。好，安子 C， 好，来看本书啊。陈崇跟那本书。到目前参赛者，我所给最高分的一位。我希望你再精进，更精进下去，因为你的进步真的是太大了。有冇拖慢嘅歌啊？本來唱係咁歌，不慢用毛線咧。泰國。慢。供出來。你講啦，法文泰國。沒，唔怕啦。剛剛節奏差不多啦，半3秒就好，半3秒就好。董事長。好，來看本書啊。陳崇跟那本書。恭喜，特別高，謝謝，加油！好，來回座休息。好來，殺下來。總興奮帶來泡泡嘅戀情。來，彈啦。今本日帶來描述泡泡嘅戀情這首歌曲呢，我比較少唱，但是呢，很像我以往的風格，但它有一點搖滾。那也希望呢，在這次的比賽中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現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哦，謝謝大家。
就像风采天当兵，没有气家的路安不是你来相送。英文好哎，呀，新闻也是我们大家看着你长大的，长大越来越漂亮是了。蜕变的一位哈。对，而且每一次的造型都非常的有型。慢一顿大班的妈妈啊，要去个。他也啦，去改吧，哈，没有，他跟妈妈的风格不一样啊。啊，哦，对，妈妈比较传统一点。对对对对对。今天有跟妈妈搭配到。哦呦，哦，嘿，唔买本记做的系嘛？真的呀？你挑，然后妈妈付钱。不是我的衣服都是妈妈挑的。哦，啊谁付钱？哎，有时候可能是我付钱，有时候可能是妈妈付钱。哎呦，那感情好哦。比例上呢，哪一个比较多？当然是妈妈。所以会不会常常约妈妈去逛街？会。会啊，妈妈去逛街。反正妈妈要付钱，当然对要约。我昨天经过的时候看到一件还不错。对，谈一下公平来。罗国立老师，你的进步非常明显，都明显。今日全国就中华公园来讲也无可挑剔。你看今日到目前参赛在我所给最高分的一位，好，我希望你再精进，更精进下去，因为你的进步真的是太大了。但是如果真的要我给你建议的话，我会给一个跟这个节目没有关系的建议。其实讲起来也有啦，主管还是懂大声一点，主管，我好像都常常在自打嘴巴。主管，你不会讲客家话，还是懂大声的。但是讲，在客家舞台这个范围里面，你国语是创案后。然后你的外表条件也这么好，很有艺人气息，非常有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一直认同的地方啊。我那个时候其实有建议客家的长官，有时候聊到他，我说他很适合在客家台主持一个类似像那种蝴蝶姐姐啊，对，我们也有客家的，譬如说客家的苹果姐姐啊，客家的什么海带姐姐都好，是不是？鱼翅姐姐。就跟你讲说的是老北的，老北姐姐，来，看本书，总兴奋的分数。加油，好，希望你能够越来越进步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谢谢。回照消息，撒哈拉伊，来一口带来救火公路。好，来。今天准备《救后公路》神棍乐团的曲子，那这首歌非常的帅气，跟我以前习惯的曲子非常的不一样，所以我准备了很久，一定是可以挑战成功，然后希望可以像神棍乐团那么帅气。就是有富贵嘛富贵，穷嘛穷苦。辛苦来来去去嘅样嘅，也看清楚，嘅條高樓梯下，生發太高發飛，有種氣力才愛心底背度，愛放開呀態度，冇看到中途嘅路，愛放開呀態度，冇看到中途嘅路，愛放開呀態度，冇看到中途嘅路，係就係愛學嘅路途。太阳快开发。
哦，大将之风，大气，这个是所谓的大气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舞台太小了，委屈你，委屈你。我们没有大大的平台给你。太平台。刚看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表演，对，一个秀。对，这首歌在说什么？如果说刚刚我们9号公路9号有好像有被你载到公路上的那种感觉哈。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励志啊。对，就是人生有很多困境，然后有的人他脸上都是觉得很满足，有的人就是会觉得哎，怎么会还不够？按 can 死。好，这个把这个歌的那个里面的精神都唱出来，灵魂都唱出来。如果说我们刚刚讲新闻有艺人气息，对，那他呢？他根本就是个艺人，巨星，就是个巨星，就是一个很棒的歌手。对，来谈一下哪一位老师来公平？哎，这位老师哈，这位老师来巨星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御饭团的，谢谢你巨星。好，那个因为4位老师都会讨论吼，刚刚你唱歌的，我在先讲的嘿，雨桥有东会武器，所以你一上台就是有样子，而且这个段表演，我先说好的。你除了唱作俱佳，最好的表现，他怎么样就可以把这个歌跟他的人还有现场的情景全部融入了。我觉得要唱这种公路歌型哦，除了老师的伴奏要能够把我们带进去之外，我觉得你的声音太重要了，这是我觉得你可能天生有的东西。客家发喊堂的时候有他厉害嘛？有哈。接下来你要堂后咯，我吃到。所以比罗列好，你4位老师比较生气的是，你要狗齿有没有按的青菜葱哈？附个一片云给面红，你那2句都没有唱到，你有发现吗？你都唱一样的。我所以比都裂汗，我觉得这个太不可原谅了。哦，苏林有机会了，苏林有机会了，把票退掉。当然来讲的嘿，唱歌的稳，一听来稳，我对你的标准比较高，我原本可以给你满分，但是因为这样，我觉得这是不该犯的错误，我要给你一点小小的警告，希望 Help Boy 做得警惕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我看一下，他是最后一位参赛者，今天8位，看一下。苏林到底能不能留下来？好，先不要喝水，好，先不要喝水，先不要退票，好，来，K位分数。想的那么严重，你也是给24分啊？因为我本来要给25的啊。还有，我要补充最后一点，就是你还遇到问题，董聪优，你还要骂人啊？对，因为唱歌不能都一样的表情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有很好的声音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唱歌的表情还是要让我们感受到有不同，好不好？就像云霄飞车我讲的，你要慢慢帮我们爬升下去的时候，你要给我们什么东西？凶一下。安志谁？我老师对你的要求真的好高，真的很高哎！啊，加油！哎，好，来回座休息。休息，先恭喜好。好，你闺女8位挑战朋友，哎呀，今天哎呦，最低分86分。86分。哎呀，他要很残酷的离开了我们这一个舞台。哎，没关系，因为你身体的状况的问题哈，对，也让你好好休养伤啊，顺便这个把歌艺再慢慢加强一点，啊，P 曲部分也再加强一点，希望下一次很快的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看到你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加油！谢谢。係，傳統做強樣哈，每個8來去7強啊，哈，所以1位參賽朋友可能會被淘汰，哈，呢個是分數嘅強樣嘅吧？可以討論嗎？還係2位強下留下來？冇啦，線上討論看下本哪位留下來，係啊，反正今日就8位去7位安尼，哈。好，所以大家加油啊！好嚟，介紹我哋評審先生嚟。Chucky 先生，李秋海先生，羅毅先生。明哲先生，嚟，夾嚟邀請 TV 參賽朋友，客家陳雷、陳建基帶來半山腰。來，等我啦。我希望今天的表現能夠順利過關，再進入爭取前6強，然後爭取冠軍賽。
哟一朵，乌啊的啊吼，那哟啊一朵，罗啊莫呀罗，哎呦哎呦天爱来，天爱呀来。万年歌舞，爱给风啊吹呀起，哈嘎民谣啊一度是啊给啊通，那有啊一度罗啊莫呀罗。哎呦哎呦天爱来，安多嘅朋友啊来。哎呦，雷哥好。从你嘅面容跳，面容嘅半山腰啦，哈真係強啊！對面容情有獨鍾。年啊，有辦法嚟衝啊！你客家歌啊！伊根本啲人本唔係推下數歌嘅，係咪？真係啊？係咪？你有冇偷問佢歌啊？本來唱海膽歌。哦，啊，你唱。海膽愛開來嘿，嘿喲啦。啊，不滿意啊？有冇先呢？泰國。唔係，係。講出來。你講啦。福建泰國。沒，唔怕啦。哎，剛剛節奏差不多了，那你半山腰就好，半山腰就好。哎，總是好。創作樣板啊。哎，歡迎 Chucky 嘅先生。因為 NTV 嘅參賽者陳建騏先生吼，其實蔡依唱歌嘅吼，做嚟講發揮都相當好，也歌聲也好，但是因為嘅 TV 啦吼，可能在也心情上也有較緊張。而唱一個半山腰係也面濃嘅有名嘅歌曲，唱嚟也相當好聽。就講而天機只求唔是起北風，蔡依唱天一段嘅時間，北風吹來鑼鼓筒，快啲咧歌詞他唔記得咧。佢三則是歌啦，但是佢聰明就聰明一點，佢唔可以俾點踢，要no歌落去哦，但是歌詞當明顯。就係有一段唱唔錯。北風啊，吹來啊，一朵烏啊的啊吼。我記今日整體來講，唱得相當好，我本意過分，但是也個比賽嘅東西本來就淺顯色，好，所以希望你歌詞一定要配熟來。剛剛就講過，莫緊張，再加油，好嘛？好。什麼先生？我哋可以應用到睇。好嚟，請堅傑嘅分數。大嫂，你冇90分以上啊？對呀。唔怕，你這等下茶葉的時間開始禱告，希望別人也唱錯歌詞。會快呢？順刷拉牌。好了，好，先回座休息，等待佳音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要想太多。我胸都已經大半都按講。對呀，我很期待。有咪都好像白馬王子一樣啊！太有自信了。殺嚟。曲蘭帶來平板。大家好，我今日要來到鬧熱大擂台，經過安多擺嘅比賽，今日唱7強嘅比賽，希望能夠順利過關。
很安静，平时太感好。哎，我今日七强要紧张嘛？平常心啊，平常心啊。今日七强啊，习惯拿麦克风讲吧。无麦克风来讲把传出去，就你差唔多。个天使技术可能也做音白嘅，也唔伫咧讲嘛。广东都冇衰啲白嘴。但是伊讲哦，伊讲也哈今日七强的你还唔会强哦，伊今日六强是这样强。所以对这个金币来讲，有信心。有信心哦，希望会顺利过关哦。系啊，哎呦，很公平，欣赏的公平啊咧。手下欣赏，个人知唔准咩意吼，唔管金币即一紧张嘅，我后背个多少准脚说我咧系莫讲当孙，哦，自己有感觉嘛，吼，还有年终嘅时节冇问题啊，你就不念感觉有多个问题。我都讲四季八节特别注重嘛，你记得不用节嘛，4小时、3小时、4小时、3小时，你特别注意。你为了做人，人中你就忘记嘅，人中烦恼事啊，一口气4小时，啊，所以特别注意哈。人中烦恼事啊。啊，转转还有今日上人骗人哈，骗，你知道骗，当明显的咬字哈，哈一个是上人是多少辣睇嚟哈，可能上人冇乜嘅錢，按叫天氣變化就真多，所以特別注意哈，在呢啲時節，希還要繼續進入到7強，你加油，還是加油！加油！我喊你了，喊你了，我加油！看分數啊！哎呦，Q 2個分數咯。等真哦！哎呀，容易啊！哎呀，你是合作用的，亮亮的嘛。冇问题，冇问题，哈，安尼下禮拜哦，加油！可以拍拍今日6強嘛，好唔好？拼了！好，加油！好來，做休息。扎下來你。來，請人帶來老山歌。好嚟，彈開啦。我第一今年有咗兩大杯6強咯，今半夜係唱老山歌，8沙唱7名。哦，我會當10萬場，希望能夠過關，希望大家。一條歌本來嘅經濟一般產業嘅嗬，本土製嘅。佢講本縣製嘅，唔吧？下2禮拜搞完，我唔創本產業。係要幾分鐘計？山改唱，太太上南，太逆流。谁知啊，然后他那龙吟唐章，两佛书难，
位主持人好。哎，赖太哥好。哎，什么赖太国？赖太哥。赖老师。哦，对吼，赖老师哎。赖先生哎。哦，赖先生。你可是教学生哎，对吧？记得呀，比赛是比狗不理撒娇的。狗不理撒娇。已經報名落去的，冇來比那做的對吧？啊，不過那個因為來比那個鬧熱打擂台吼，哎，都帶蠻多得意門生。哎呦，今日都會好上誒。唔啲呢？教育都會好上誒。屬過嘅。屬過楊本亮誒，你看啊，楊本亮咋？好，那個一 V 係數1萬的人，好10個哦。馬雞啦。啊？2萬。2萬啊？20年啊？20年是2萬。啊，你買斷的？唔係，以前我25搞嘅。25搞嘅。搞生意呢啊，寫啊，自創山歌。客家文化。董偉泰。讚。好，來談公平啦，好冇？好，你們從到樣板嚟談一下。分享羅英英先生。好，來信上吼，歹勢哦。歹勢。其實吼，呢條從山個嘅事件算起來，當有自家嘅經驗啦，吼，所以才了邊呢，讓呢啲建議吼，所以你去談看啊。比如講，呢從咧不過呢從羅山個，然係呢從嘅曲調係哪一種吼？我建議呢就係呢愛係愛加強嘅就係呢嘅咬字嘅舌頭。好，要注意下多係你係為所，譬如講嘅成個愛創人當機係數每人嘅世界係安韻，嚇安。咁講呢因為呢個創你就錯，所以變成惡氣咧。所以數每人嘅世界咧安全冇人講，成個愛創，嚇唔係成個愛創。吼，你係學老昂就聊聊冇強樣吼，安尼彈起來就有安樣型嘅差別。山歌唱，韓國呢，呢個好彈，吼就係聽一句，也好彈，你只彈就冇舌頭就冇咬到人講。咁講呢個第三句，老人彈轉。韓國後生糖準，你一兩隻糖要一號糖嗬，所以就係可能呢個咬字嘅重點，呢個音會發出內位，你係我本嘅建議，因為呢下從呢個最先嗬係下rank嘅使用材料係最低度，冇攞佢唱出來，你彈起來呢嘅係就冇，呢個容易要做到，咁個冇攞佢做出來，就係一樣嘅感覺，本嘅建議，是嗎？是嗎先生？民主老師。因為吼，我聽到賴先生佢所唱嘅呀，吼，從頭尾翻到一集參水站嘅用嘅錯誤啊，吼，就係山歌，佢冇唱係喺山歌，吼，佢係喺一隻壞習慣呐，可能是係因為自家本身吼沒適應強嘅人，所以會時常嘅會唔記得，吼。剛剛有講到田福書，叫咩田福書誒？田福書嘅道就。比較卡溜走一啲啲的啦，吼，咁樣唔係前台嘅錯誤，主要係你一開始唱嘅時節，個山歌你說唱上來，樣唔會影響到你嘅分數啦，吼，因為你啊都每節來咧，我哋做發言吼，分數是會大行樣，吼，所以請你多多嘅包涵。好，好，來看一下分數啦。好，來請人嘅分數。哎，恭喜！哇，分數70分高。對。係啊。好。有機會哦。阿叔誒。應該參水站之外呢，分數高嘅時間哈，都請阿叔。分數喺模糊嘅時間，煩都冇煩咯。哎呀，講等下特殺都諗阿叔。嚇。等下特殺諗阿叔。哦，真係好。哦，希望特殺都同阿叔，這表示他嘅成績都當好，好嘛？好，恭喜！好嚟，回座休息。接下來，林美妹帶來3個字。相信大家好，我今日有到咗來擂台錄像，我今日寫嘅係3個字，因為我以上有感冒冇好，上冇當好，希望今日唱得到做得過關，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加油。
妹妹你主持人好，你好，先生好，大家好。哟，今日风丢丢到嘞。哎呦，乜个风丢丢，我来金娜娜哟。哎呦，金娜娜嘞，哦哟，哦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嘞哈。我卡其中一部分点点呢。谢谢弟弟，谢谢弟弟，我全部带出来。所以唱歌呀就打扮将啊，不怕什么啊。你敬业，敬业，把自己最美最好的呈现给观众。哎呀，今日声音看动亮啊。很亮哎，对呀，好干净的声音哦。有啊，我沙哑。磨沙哑呢？没有的，还是麦克风好？麦克风好，麦克风好，是不是？动亮哦。动亮啊。弹起来冇乜缺点用诶。冇乜问题哈。爱人爱弹啦。哎呀，先生来讲。係。有請到車曲嘅先生。好，呢妹妹哈，妹妹子，今日帶來一個山歌子。當然，今日最主要講，也聲也相當好，尤其在高音嘅部分啊，全部有到位。最主要唱人歌詞，亦都是秋威熱，一個秋勢啊，就哎呀，山歌子地度最高嘅咪，嚇，也個音也有到位啦嚇。但是呢，我感覺嘅亦都是了，唔記得喎，有多少會較急的喎，亦都是了，家下我認真都讀，有較急先意思咧，這個要注意下。因為以後要入也係6強水，一定要注意。還有在咬字部分，總愛了總，咩總愛變總，而唱到變總，也一樣咬字部分，係你要注意下。對你以後要入也6強水，行下重要嚇，加油嚇！加油！好啦，來看分數，連妹妹嘅分數。過分哦，93分。哎呀，目前4V來講，有3V就92分啦嚇。很高分呢哈。建居兄、陳雷兄。如果你的那個倒過來，該有多好？對呀，你趕快再禱告一下，嘿。哎呦，替你擔心的。好，你們幾個先休息一下咯。謝謝謝謝。我先問大家，按姿勢，按姿勢。好嚟，下來。法官嚟咯，蘇錦全帶來開膽歌。注意比唱這位。注意，彈快。鄉親大家好，禮拜來比賽冇想到會按順利會過8強，希望能得進入7強之內。鄉親，咱係好好加油，我會好好唱，什麼大家。什麼兩位？
两位主持人好，长官好，长官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创业跳歌开单歌就有这种气势如虹，真的铿锵有力，铿锵有力，孔锵有力，铿锵有力，小锵美丽。想到你爸爸哎，哎呀，你跳歌本来嘅经济上也办产业的吼，本土做的，是讲本县做的，哦，系啊，唔吧，汉语礼拜搞完，我唔创办产业，佢来创开单歌。伊还有机会创开单歌吗？对哦，是祝福他，祝福他。好，哦，安尼谈公平欣赏来公平一下好，分享秋夏先生。可惜啦，可惜，不管家己啦哈，你破个时间都是慢。开单推开来嘿，嘿哟。我哋还有同事你两条弯呐，因为你是讲当场接上窗来从去马来西亚。新加坡，他另外呢唱了首歌，说到青苔天天，因为那首歌曲豪迈歌曲，哦，人一拍，人豪放的个感觉给唱出来哈，所以人家两条弯呐，你收音的时候是多少有上人拉起来，拉上，因为我们你头前勇气唱到，你后背数码的时候是感觉你气无足的，所以你就会拉人，好，所以唱歌抑扬顿挫，我们自己即使要用。技术的数要非常充足，唔係講話舉數緊飆咧，後尾你自己氣你就唔足啊，到後尾你就會氣不足，所以你數鹽水就會清咗啊樣嘢咯。所以你今年還有中黑難，你從到中黑難，西上中黑難哦，所以有過關嘛，點解看分數就跌啊，加油！謝謝老師。不是，老師還要當主持人的，還要 Q 分數哎，太激動了，迫不及待啊！剛剛你講了迫不及待。還要談一下嘅嘛？還啊，依依老師要補充啊，哎，小白獅。小白獅，真的好像龍獅一樣啊，醒獅團對，好，你係蘇阿伯哈，拍誰哦？蘇阿伯，咩？阿伯阿全伯啊，阿全伯吼，你不其實啦吼，你今邊從你係開單過，雖然啊你秋夏先生講吼，佢講唔經你撲吼略略慢，咁講呢，你係部分因為你係拿出動到嘅勇氣吼，喺個心性上咧，你係比賽，所以呢，你係部分你冇講讓你繞口到動音嘅，因為講實在，你唔係講冇讓你扣分哦，係因為你其他嘅部分幫我感覺當好吼，譬如講你體育團吼，最尾期公共車喲，你一片我傳統唱到當好，上音當嘹亮。吼，你一部分幫我當重視，吼，咁講呢，呢個天二團吼，仲很難吼，呢個數每音個時節吼，難啊，咁樣就好咧，咁我就帶下去，就來上來，心情就啲緊張咧，跳前就啲老師會扣分嘛，吼，咁就老去教導很多東西吼，我覺得就從你習慣表達呢個上音個特色，咁樣對你來講會很下加分，很下輕鬆。好，是嗎？謝謝老師。安子先哈。來，這叫來看一下分數了。平常心呐。平常心看分數。哦，屬金泉的分數。以下分數目前來講冇問題。冇問題的。謝謝。還完在的，做給他。讓你歡喜，讓他憂啊。哎呀。好，休息好，好嘛，好，謝謝老師，好，謝謝哈，來回座休息，撒下來，氣意願帶來平板，來睇看啊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今日要唱你好平板，哈，呢一首歌係我特別有練過嘅，哈，好熟是哈嘅歌，哈，今日83哈，先73哈，希望我今日做得順利過關，加油！
长期战啊，哈，多少会那个做一些噩梦。噩梦，我那时候歌唱比赛也是每天一直做梦，一直做梦。我每天都梦见我永远都是冠军。结果隔天比我就忘词，就被打到第3名。忘词还有第3名，不错。你看我们忘词，你看现在还第8名呢。我不是故意要掀起你的伤口。嗨，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啊，各位评审线上，还有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嗰種朗讀嘅咁嘅。佢通過小可愛。個生意揾鳥年啊，你鳥到嘅哦。點解要歌詞唔記得冇？沒有哎，因為你改了，不是改了10幾遍了。哦，有沒有10幾遍啦？哦，那改幾遍？9遍。保密好嗎？啊，忠孝東路走9遍。3個歌詞改9遍。這麼嚴重啦！哦，我講資料講嘛，歌詞下邊呢？哦，因為對啊，我們這樣轉得比較順啊，就是會選這一首。哦，先兩首比較唱好順啦。冇唔記得啦嗬。冇啦，我衝劈條氣啦。我要衝劈條氣快睇你哦！我們先談公平啦哈。分享錄音先生。好嚟。好七台姐哈，首先哈，我係先讓你按摩一下，因為我記得你一開始來比賽嘅時節吼，有一種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感覺哈。咁個根本呢咧，我知道吼，你係唔係太緊張咧？因為今日係進入7強，吼，所以我相信你壓力挺足有，吼，所以你挺足係記得，不管你晉級麼吼，其實呢，你講比賽來比咧，鬧嘅大擂台，一天係做好一隻心理建設，唔單淨係特擺唱嘅歌曲。其實這是一個長期的抗戰，好，長期的挑戰，所以給心理建設挺足會做好，好，越來越難的時候，你反而要越來越發揮出很好的表現，哈。我啟動基本從了嘅歌曲，幫我感覺當從海鮮嘅唱法，好，就係安全，好，冇錯唔錯，喺線上就安全幫我過關，好，咁樣先嘅感覺，所以呢，你一隻時唱。吼，韓國呢，依個最明顯嘅就係第3季吼，一人難合千人意吼，兩篇吼，依個一人兩篇，接到每個時間，接到後背2隻時嘅時間吼，你彈起來冇當順，
好，不是很顺畅。其實在我嘅看法啦，你其實可能頭前你阿川幫吼，你個要貼圖嘅感覺，我渠道呢，這種錯我反而覺得不應該，嚇，我渠道係安樣先。香港呢，呢個提示記吼，做人按好，唔好接人好嘅虛字，你就教人愛嫌。好，其實按樣先嘅重發冇唔錯，不過認為你係爭取慳下個嘅高分，你之後會有累積積分賽。好，你係做得到去從到感情表達出來。好，認為柴基哥信上寫來嘅歌詞有一種勸世文的感覺，你用辦到你係勸世文的感覺唱出來，這個才是你能夠一直往前進步，還有你能夠進入6強、7強的基本要求、基本配備，不然你要叫建議。好，是嗎？謝謝，謝謝。謝謝。好，來看分數，來。7議員的分數。冇問題。90分。恭喜哦。好，謝謝，再努力，再加油。好，好，來回座休息。休息。不用再努力了，今天90分應該還算可以的。拿到門票了啊！殺來。鍾元健帶來老山歌。來，等下。今日係8強7，哈，當緊張哦。因為我去年啊手係按鈕，不給刷掉，哈，所以今年我要特別的加強，哈，要喺上網度練，哈，希望我唔會俾佢刷掉，哈，讓我能夠順利過關。天莫笑啦，驸馬款認真美女，评审老师、乐队老师，大家好，谢谢。袁健志啊，对今边也团比赛啊，
这种筛子啊。筛子啊，这8取7的那种筛子，特别紧张。为什么？特别紧张，因为我Q眼，所以暗阳会被刷掉。今天是你的黄金时期，紧张过了这个黄金时期就 OK 了。别猜了，所以莫猜了，莫延续下去啦哈。哎呀，没啦，会破除这个魔咒。对对对对。当然整练了，我们练人了吼，练。真是了，阿木头水木哈。冇冲出山哈，用心内喊你冲出来，当讲讲你下摆喊你强用，按菜过。跟水母跟品质都冇一伙啊嘞。真是，你本梦不真紧哦，因为长期战啊哈，多少会那个做一些噩梦。噩梦，我那时候歌唱比赛也是每天一直做梦，一直做梦。对呀，水母怎么冲出来呀？对，我每天都梦见我永远都是冠军。结果隔天比我就忘词，就被打到第3名，真是的。哎，忘词还有第3名，不错。你看我们忘词，你看现在还第8名呢。啊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掀起你的伤口。还不知道，还有2位参赛朋友。系哦。好，来先谈一下评审公平啊。分享民主欣赏。好。袁建志呢？吼，今晡日唱的声音吼非常安静，哦，轻温柔哈。谢谢。但是个阮强呢，哈，有一点是个唱强调个来源的所在偏莫少咯。其實冇需要講嚟到嘅暗唱啊，嚇，咩不需要講十分的強啊，嚇。但是我有感覺到你嘅潤啊，嚇，會比較硬硬一些些的，啊，唱完有一點調故意而起來綁到長長，個思會腳到很咁樣嘅意思。偏莫少啦。其實平常心，哦，比到厲下來咧，對，比到厲下來最重要嘅就係你嘅抗壓心嘛，吼，再來就係你嘅體力，還個耐力咁樣嘅咧，吼，所以先生還係愛調你嘅骨頭，吼，幾亂點都調骨頭，調力咁樣，吼。再有喺個歌詞方面啊，吼，那要推係講富貴家。吼，cái anh用為好好做人，拿來衝上去變富翁感，是不變下硬詞嚟，啊，雖然講人每一隻欣賞叫下一次冇同樣，但是你自家選嘅時間，你就愛選即講本意自家較適合嘅來唱，嚇，你喺捱嘅觀點，因為每一隻欣賞打分數嘅觀點是冇相同，嚇，本做參考，好，加油哦！謝謝。好，來看分數啊。總運給的分數。謝謝老師。你破除魔咒啦！你成功啦！謝，真是必必材料。認真練還係有成績出來。今天可以好好睡冇給到。今天明天睡到自然還有下一關呢，還有下一關。6強呢，6強才重要。係呀，好。因為俺的比賽，大概比賽都比到10米6強，6強要再慢慢的再來搞。哎呦，後面才刺激嘞。好，不過先恭喜你啊，哈，謝謝，謝謝。希望你下個禮拜能夠順利通過，好嗎？好，保持下去。好，謝謝。我來殺下來呢。了，重發帶來3個字。看下哈。非常歡喜能夠10個人參加8強嘅比賽，禮拜我要唱嘅係3個字。經過線上多次嚟指導，我轉去非常實命嚟練習。所以禮拜我希望能夠順利過關，能夠進入7強。流通了上那片啊，漫山了阳啊，怕风了雨呀，翻译了长啊。
秋冬了落那呀吧，哪有了天啊？时间日又多，又开了饭啊！嗨，发哥。嗨，阿发哥。主持人好，你好评审老师啊，大家好，老师老师吧。发哥迄不幸投胎，但是欣赏的纠正纠正了，败不复活成功的。败不复活，嘿。好，啊，有没有看人家造化哦？你知道还有机会在网上吗？希望有。哦，有今日歌词抄唔抄嘛？冇錯唔錯，冇錯唔錯實際貼推一下有貼到啦，哦，對，多麼衰咩？見咗。電跳叫你啦。哦。你最尾壓軸。啊，那你來睇下先生嘅講評嚟。有請車劇嘅先生。好，阿發哥哈，給你帶來一個三個字。其實啊，你才一開始出場嘅時間啊，因為講人應該狀況當好，但是呢，你都一個要同上邊萬山崖時間，一萬山崖想要來釣高音，但是釣又釣來冇錢順，所以就感覺有鐵突到啊。萬山了呀啦。第二段呢，一個天氣唔怕，也唔怕風雨反檢查，也唔怕啦，唔怕。我用唔怕啊，風了雨呀，也到會是就有受課嘅老師方面唔係緊張。再過來呢，而在第三節時間，秋冬落葉花又赤，而強弱又想來釣高音，但是唔係釣得輕順，一種強音啊，攞去導練，真有辦法啊，同佢轉音轉來講，所以一到強弱係未轉來輕講，所以我希望講以後人係講。有經驗啲強嘅講，有較好嘅成績時間，自家一定要注意三個字嘅唱強程度，唔係講一定要唱高音，嚇，也講中音。最主要你要將詞轉音轉來講，用樂做來講，咁樣增加重要，嚇，加油嚇，加油加油！謝謝。好，咁就係多得陳建基有辦法留下來冇？係，也就看呢發哥嘅分數啦，好嘛？來，了從發嘅分數。安尼，先生投胎衰團來陣來敗不復活。謝謝，謝謝老師。一擺表現咩冇講一萬。都順利哈。有來了會讓唱是真好嘞。再準一點點啦，好嘛？好，期待一下子再來。很厲害嘛，哈。哎呀，隨時等來。對，我們反正會給你一個滿滿的大平台，好吧？謝謝。就來比就對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了哈，還是哈，設立哈，設立，好，謝謝，回去做休息。我相信很多好唱歌的朋友哈，一定要報名，還有報名專線09193838，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。好，第二日到嚟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咁啊多謝 CBA 新會評審審查安子生。謝謝老師們，謝謝安子生。好，同時大家問記得咯，下禮拜9日時間嘅時間呢？